主后2026年6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基督做主的新关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3章18节到25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哥罗西书第3章。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丈夫，因为这是信主的人的本分。做丈夫的，着疼妇人人，毋通甲因歹款待。做儿女的，逐项代志着顺服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做老爸，毋通激儿女受气，则袂互因灰心失志。做奴隶，逐项代志着顺服地上的主人，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，才伫因面前安尼做，是因为敬畏主，诚心做。你无论做甚物，着尽心做，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主做。着知主会甲恁报赏，互恁对伊得到产业。恁咧服侍的是主基督。做歹人会受歹的报应，因为上帝袂偏袒人。用基督做主的新关系，袂少基督徒掠做信仰是简单关系个人得救甲敬虔的灵修生活。总是保罗伫哥罗西书第3章指出，福音必然也会重塑人际关系。一个人是毋是真正活踮基督内面，毋简单看伊伫教会内面的表现，也爱看伊伫家庭中和这张像安怎活出基督。伫基督内面的新关系，并毋是要推翻原来的角色，是伫原有的角色中注入全新的动机、态度甲主权。保罗首先讲到夫妻关系，做妇人人的着顺服丈夫，因为这是信主的人的本分。保罗讲的服从顺服，其实是基于对主的信靠。不过，这段经文却常常被误解，也是滥用。当当时，妇人人被看作是附属伫丈夫，凡事拢爱顺服丈夫。但是保罗安尼讲，并毋是顺应文化，是甲顺服的基础转移到属伫主的关系。妇人人顺服丈夫，是因为伊属伫基督。另外，丈夫爱用疼取代权力。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，毋通甲因歹款待。这句话伫当当时是极具颠覆性的，因为保罗无讲爱掌控妇人人，是讲爱疼妇人人，佮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甲情感伤害。踮基督内面的婚姻关系，毋是比谁较大，是谁搁较亲像基督。真正属灵的权柄，永远用牺牲甲疼做表现。其次是父母甲儿女的关系。做儿女的，逐项代志着顺服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做老爸的，毋通激儿女受气，则袂互因灰心失志。这提醒咱，亲子关系不只是伦理问题，也是属灵问题。儿女的顺服，毋单单是尊重父母，搁较是效法主的行动。保罗提醒做父母的，避免对子女过度严厉、羞辱、忽略也是控制，因为这拢可能互儿女灰心丧志。踮基督内面的家庭，
无应该用恐惧塑造囡仔，是爱用疼甲模样引带因行往主。另外，伫即场也着有新关系。保罗提醒做奴仆个，无论做甚物，拢爱专心一意，亲像是为主工作，毋是为人工作。保罗毋是为无公义的制度背书，是伫现实限制中指出属天的活路。今仔日基督徒工作的价值，不在伫头家是毋是公义，是在伫咱是毋是甲工作当作是对主的侍奉。上帝是慈爱的爸上帝，上时阵也是公义的审判者。伊用同款的标准对待每一个人，这互受委屈的人有盼望，也互掌权的人有所警戒。因为踮基督内面，无任何握有权力的人会当逃脱主公义的审判。有基督做咱的主，婚姻中无搁再是权力对抗，是彼此委身；家庭中无搁再是压制，也是放纵，是引带甲尊重；职场中无搁再是讨好，是忠心。改变对待彼此的方式，会当互弱势的一边经历到福音的好处。默想，伫亲密关系中，我是毋是学亲像基督？我的疼是毋是会带互人压力？伫亲密关系中，我是毋是学像基督？我的疼是毋是会带互人压力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你是我性命的主，也是一切关系的主。求你，互我伫家庭甲职场中学习顺服甲忠心，互我伫无共角色的关系中，拢成做见证基督的器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